位是是7:52，我，好，你念一遍来。首是先哪里？係首先我跟你说，係有有丹能有打突然忘记有tanga tuku rumiat panukayon tu nairat ku maarupay 好，如果说你用马尔代被抓到的，可是什么东西被抓到呢？我们通常后面会加，比如说马阿杜拜阿杜笨这样，马阿杜拜阿杜笨这样抓到的猎物，前面再加一个阿杜笨，或是达玛也可以，马阿杜拜阿达玛这样，係是我因为你那个了那個好，马阿杜拜是猎到的，但是猎到什么呢？要加上结论。好的，我来改一下。好，加上去就好了。嗨，好，我们接下来第二小段，就是有几个动物抓到这些东西，那中文的意思说，有时候是山猪，有时候是飞鼠，偶尔也会有雉鸡可能有人不会写雉鸡那我们告诉你，雉鸡我们叫我们那里叫 dolok， 或是说你就说鸡那个鸟也可以，有时候是ayam 也可以这边特别讲雉鸡，我们称雉鸡叫 dolok。你不知道这个雉鸡，你就说 ayam， 那也不要讲到偶尔也会那个，也可以省略掉那个。我们没有那个偶尔的话，我们就用一般的话来说就可以带过去，好，不要被那个中文卡到了。有时候，那我们的口语的有时候是怎么说就可以？有时候，我们的有时候用阿美族话的有时候是怎么说？他们抓到的东西，有时候是山猪，有时候是飞鼠，应该飞鼠知道吧？飞鼠应该知道怎么说。不过不会叫，我们叫做 forhat forhat， 飞鼠叫 forhat， 用鸦鼻的。你们叫 yapit 我们叫 forhat。老二，老二也有叫老二，那吃老二的那个小肠。老二 forhat a bit。那个鸟有一个鸟叫 ayam 或者叫 dolok。有时候有时候又怎么说？阿美族怎么说？有时候想到吗？有时候用什么来说那么我们的习惯叫像我的习惯叫 tomat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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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南部好像山猪有特别的说法吗？还是怎么样tomatira 有时候
苏璇完毕喽。第一个抓到猎物的是苏璇。嗨，我乱写的。你写什么？ Malalit u fafui nulutuk, 嗯 malalit u lawar, bagatar ilaku duluk。好，这里的马拉列是经常哦，我经常抓到山猪啊，巴菲努罗多山猪，所以你的马拉列是经常，但是我们现在是有时候，所以我们的有时候叫做多马蒂拉，杜马蒂拉，迪拉，多马蒂拉，杜马迪拉。哦，好。蒂拉，有些时候呢，杜有时候有多马蒂拉，我们按多马蒂拉。来，你写的是多马蒂拉，好，没错，你也抓到了，来，你念念看。林啊，首先呢，我们说林啊，我用那个辱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哈，老师。辱骂辱骂，有听到吗？有啊，很清楚啊。辱骂iraku fafibala, rumah iraku fuhat, anu aja iraku tuluk。好，那个什么，那个发挥巴拉，我们变成吉巴拉爱发挥，我们可以这样说。哦，好。吉巴拉爱发挥。好，Ipala ai apa？Ipala ai 野生的 apa？山猪，野生的啊，野生的山猪，不然就是直接是山猪的努鲁多发挥也都可以。野生的山猪，野生的猪，或是山上的猪都可以。野生的叫把它爱发挥。好，那个米粒。好。Tu matirai u fafoi, tu matirai u foher, urumai u ayam。好，反正都。还多。老师，我后面那个uruma那个没有太连起来，要间隔，对不对？uruma 可以这样写 urumai u ayam。tu matira 有些时候以u fafoi。你不要后面那个不用大写吧，后面第二个。哦，老师，我问你，那个 forhat 我这样拼对吗？forhat 的。forhat 是 h 不对，那个 t 才对。forhat。好。那你不是 forhat 才对。好的。那个停音就写对了。对，来听听，你那个 tu matira 怎么分开来呢？分开啊？不要分开 tu matira 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啊，一个词。tu matira 不是 tu matira 也可以了。tu matira 好。tu matirai u fafoi, tu matirai u fohat, urumai u tuluk。对吗？对啊，tuluk。所以说那个 tu matira 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句子 tu matira 讲，不是 tu matira， 不是 tu matira， 是 tu matira 是一个词。是一个词啊 ，tu matira 是一个词啊。对。好，林啊已经改好了。巴拉埃阿法菲，好，巴拉埃阿法菲野生的猪。rumah iraku fohat anuca iraku tolok。はい。mata linga。阿来，谢谢，阿来。厉害了，厉害哦，又厉害哦。嗨。所以我们字句很少讲这种，我们叫多罗，不晓得有些地方不知道怎么说，我们习惯叫多罗。
老师，我们也是多洛克。你们叫 dolok 哦，我 dolok 哦。好，然后以前我听我妈妈他们讲，都是用她的那个声音，地骨盖。哦，也有叫迪古盖，有盖。迪古盖啊，对啊，那个它的叫声啊。对呀，我对啊，们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迪古盖，小孩子都叫迪古盖，不会讲 dolok。对啊，我们就是小时候听妈妈他们讲，都说那个叫地骨盖。迪古盖哦。对啊。哦，用它的发出的声音来命名。对，所以它真正的我们no阿妹是阿苏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只是因为亚苏你让我地骨盖，所以就只会这样叫他。因为它的声音叫迪古盖。好，对呀。现在叫做 dolok 自己。哦，dolok。嗨 dolok。好，那我回家问一下妈妈，谢谢老师。听明白该怎么说？哎，好，谢谢。好。还有人在写吗？这个比较简单，有什么还有什么这样？有啊，行星我的，你看一下，在上面吗？在庭影下面。哦，提你的哦，有了，被跳针了哈。来，首先哈，美惠。Matira iraku fafui nurutok. Irahoku lawal. Lategi iraku katengahai. 哦，那么你们叫个等下嗨啊？哦，我以为那个刺激是那个野雀，有一个什么孔雀原来是刚刚有人讲是底骨盖哦，刺激是底骨，没关系啦，我们这个还不熟哦，不熟还噶等害我们是讲那个孔雀，孔雀野孔雀，野孔雀，好，看一下我的句子可以吗？谢谢阿赖，可以啊，已经可以了。Matira iraku fafui nurutuk irahoku 还有又有还有，你加一个后者还有lawar lategi iraku tengah hai 好，来多，信念对。信念小心我们说的。Latangi ufakui latangi ulawat. Ulumai ilaku tengah. Tengah 如果这样写叫tengah tengah 是吗？tengah 对，那个念法叫tengah好，可以tengah好，我们下一句咯。好，下一句叫做他们，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哦。Pinangan numita mi bangsa hao，我们优良的文化，他们会在村口将猎物分好，分享给族人。然后我们会先讲说，在什么地方，他们做什么，这样。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村口，他们会把什么东西怎么样啊？在什么地方，他们会把什么东西怎么样？然后那个叫做记得那个字的这个字哦，这个是我们很特别的。阿美族很懂得这个分享，分享将猎物怎么样，然后做什么，这是我们Bilangan Mitano bangsa好很懂得分享的民族。
那怎么写呢？在什么地方他们做什么东西，把什么东西做什么。好，分。他们。嗨，巴法蒂是分享。对嘛，巴法蒂是嘛，嗨。对，巴法蒂是分享。好，分配或是怎么说，将猎物分好就是怎么样分配，分。这个分很多种讲法了，看怎么说成白话就可以了。机器人，说成白话就可以，反正要分呐。把它分了切哦，把它切一切。切也可以啊，切。Itu ami pakilat itini I sacumut I sacumut no niaro在村落的路口，在村落的路口 sacumut no niaro。Sakilat sentuh nang ragura tama。然后法法蒂森啊，老师，我的好了。好，我第一名。Isa ka sumur no niaro sakila chen na iraku a alupen pafatis ko ngasao。杜阿少还是杜阿少？对的，哦，好好好。巴基是杜阿少，那个啊都不能少一个点哦。你最好把猎物直接用打骂就可以。好，美惠也好了。哎，美惠老师，你来写说说看你的。Silsilan to nangrang I sacumur no niaro ko tama na pafatisan to ko kapulungan。嗨，可以了。pafatisan to ko kapulungan，好，前组的人，好。通常我们前组我们比较常用着嘛pafatisan to ko salikaka啊 ，finalan 啊。finalan 太多人了，萨利嘎嘎还比较好一点啊。pafatis to 这里是给族人是萨里嘎嘎哦，萨利嘎嘎manay na ay 哦 ，mali na ay manay na ay 萨利嘎嘎，都对了，都对了，分享给族人，反正就是要分给别人了，自己的家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左右邻居。pafatisan to ko salikaka 这样 pafatisan to ko malinaay。还苏贤写2次哦，对，苏贤来，现在是苏贤的，我看看上面不要忘了米粒。好，苏贤你来念。上面还很多人。你的米粒的刚刚有吗？他们好厉害啊！一下怎么你们都好快哦，一下子就跳了。好，没走，没走，才点跳针的没走。哎，零啊，
02没做。老师，我做那个修正，马尼那爱了。啊，你再重写呀。好，那我们就停饮咯。好，停饮8点20分。好的。sa sumur no niaro maharap to misakila zangra. Afatisen nang rago niaro ai. 好，我们再多。Rai. 好。Afatisen to nang rago niaro ai. 好。所以米粒刚刚写过了，后面呢？你修改过吗？你修改了。啊，你念念看，你修改过。Isaga sumur no niaro sakilazen nairago tama. Afatis to ngasao. 很好，Afatis to ngasao。好，苏贤。林夕，等一下，请问一下，那个婷宇老师的 Isa sumur no niaro 这样比较恰当吗？先写在村口。村口也是都是niaro，村也是niaro啊。还是Isaga？先写 Isa sumur no niaro 会比较好吗？村口、路口都可以，Isa sumur no niaro 也可以。对，我刚刚是写人都能啦，我是写那个呢。写是你排列的，正确的是那个。写都能的Isa sumur no niaro，你写是已经把东西都排列好了，你要分配的东西写人都，你写就是你这里的写是排列，不是吗？对，我是说要语系那个顺序，我这样写是可以吗？还是先写Isa sumur比较好？没有这个关系，没有关系，你就是把你们的东西放在村口，已经排列在村口。对了，写人都能让Isa sumur no niaro utama，对呀。这样也可以哈。好，对啊，谢谢。对啊。就是在村口，你们东西都排好了，意思对啊。Sisiran to nang Isa sumur no niaro utama da papatisan to ko kapulungan， 对啊，很好。哦，好好，谢谢。对啊。好，来苏贤。Sa kilatsen， 係蘇賢呢？係。Sa kilatsen nang la拼错了，等下。Sa kilatsen nang la ku niarupan I pitumuran no niaro. Papatisan to finaulan. Papatisto。哦，对对对，多了一个那个 n，Papatisto finaulan 就好了，不要en。我改一下。好。好，淑珍 ，OK， 淑珍可以了。淑珍，轮到你了，淑珍。跳不准哦。好，淑珍，我会帮你念哦。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那个伊莎人是不是少了一点？伊莎人都能ragu tamai satumo niaro pafatisto marina ai。好，可以了。你的这个分配那边伊莎那个伊莎人要加一点哦。伊莎人好，淑珍有听到哦。好，没走。林啊。好。林啊，你说多。Hai. Isa sumur no niaro masalikar to nang rago tama to sa pafatisto manina ai。好，等一下你那边写阿杜笨，你刚刚嘴巴说打骂，可是那你直接写打骂可以啊。好，这边那个马萨里基，是不是你打错？马萨里格嘛，马萨里格，那个第二个 e 改为 i 改为马萨里格，马拉里格讲也马拉里格多讲。
马拉里戈多囊拉讲分配好了。马拉里戈哦，好。马拉里戈就分配好了。好。一个分一个这样。那个多阿多笨，你给我读打码，还有打码比较简单。好，书写修改好了，来读。Fatis do Binalan 可以。下面有没有？没有做修改了哈，没做。Isa cuma nonia ro malaliker to nangra ko tama to sapapatis to maninaay marinaay 还是 maninaay？ 好，没走修改第二次。好，马拉里戈多。Nangraku tamato sapatati to maninaai， 你们习惯maninaai吗？还是 marinaai？ 好，还有吗？这次写的越来越厉害哦，越来越快。老师，我们习惯马尼拿爱。maninaai 好，就用你们的习惯哈，用你们的习惯 ，OK。好，也好。Marak tentang soal basadak， 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要提醒一下哈，现在是8点27分，这边等一下还有后面还有，我们就再加。好，下一句咯，第3句的，我们刚刚不是说他很想要去跟着吗？他们来换他这个小朋友的意思，我每次都会吵着爸爸，要跟着爸爸去打猎。吵着，用吵着，不要真的用吵的。我们这边吵着就是不要真的用吵的去要，我们可能不是用吵这句话比较好听。我们就是 misalongot 这样 misalongot。常常 misalongot 每次就是常常了。我常常跟爸爸要求了，这样吵着就是要求，用要求来解释比较好。我每次常常要求爸爸要做什么，跟着爸爸去打猎。那我们先从要求，常常。好，没走，写了。每次就是常常的意思，吵着就是要求老爸。要求老爸要做什么呢？去打猎，跟着爸爸去打猎。他常常是怎么说？我常常。那这句话就按照中文的意思这样翻译下去，就差不多很顺了，没有所谓前后调动。常常要求爸爸要跟着爸爸去打猎，直接翻译就大概就通了。
那个常常每次就是常常，刚刚书写你刚刚用到的常常啊，那个常常是 mararit kako 啊，经常嘛 mararit kako 哦，经常 mararit kako 都会吵着爸爸，要求爸爸。那要求要怎么说？要求爸爸，要求要怎么个班长国要求？ Misalungot. Hai, mata-mata. 你也可以说好几次，好几次就是经常。Tapi-tapi, nak tukar aku, tapi-tapi, nak tukar aku misalungot 也可以。Mararit aku misalungot 也可以。Hani-hani, hani-hani misalungot aku. Hani-hani salungot aku ku mama， 你看，也都是每次。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表示这个每次。Hai, Marathi to di Su Xian của ai yêu? Hai, Su Xian. Hai. Malalit kako milungut ni mama. Mituur ni mama mi asup。好，米多多，你那个是写米多多是对的，不是米多尔，米多多啊，米多多。哦，好。你刚刚那个米沙龙沃兹，米沙龙沃兹啊。Mararit kako misalungot， 我经常要求去妈妈安老爸。米多多是跟着，米多多kako米阿，米多多kako米阿多，跟着去打猎。老师说要加沙哦。在哪里？我看一下在哪里了，跳过去了。啊，等一下啊，我看看他念到书写。Mararit kako milongot， Mararit kako milongot， 不是你哦，鸡妈妈。对，我修一下，等一下。我念到你前面那个后面那一句吗？就是你是说你刚刚是米多多是不是你的哦？不是。老师，我修一下。好，丁莹，我看丁莹，你来念你的。Mararit kako misalungot si mamaan. Mitusuk kako mi aslop。 好 ，OK， 好，mi adop， 好，mi do。好，哎，处长有在啊，王处长，你来念你的嗨。Maapas kako. 好，再多赶上了。Hai, tanaman ako. 嗨。Mararit kako salungot si mamaan. Kutos cinglaan adop。这里有很多连动词。对呀，可以啊，蛮那咋mi kutos aku namo sa ako mi dodo mi kutos aku namo。米国豆哈也是米欧吉尔哈，如果说米欧吉尔是更好，因为它炒着哈。对，炒着要秒接了。对，米欧吉尔是最好。就是pangitangit 就对了，pangitangit sa mi dodo。还。好，信念，来，tanaman信念。Misalungot aku si mama malalari ilulu si mamaan mi alu。 好，等一下哈。
misalongot kaku cimamaan，我向爸爸要求，对啊，你这个马拉蒂可能不能在后面哦。对，我不知道。啊，反正放在前面啊。我经常要求这样，马拉蒂卡。Mararit misalongot kako, 或是 Mararit kako misalongot 这样。salongot 谁啊？我在那个 Mararit kako misalongot ci mamaan。好，后面是 bido do bido do 就可以了。这边 bido do ci mamaan ami adop 后面可以 bido do 改过来 bido do 就可以了。好。所以我用笔也可以。米多多，米多多啦。米多多。米多多，对。米多多。老师，那个鸡妈妈那个要空格，对不对？对，鸡妈妈安，鸡妈妈要分开这边。再之后那个，Mara Ritka ko milo misalongo ci mama an 啊，那个信念听懂哦？ci mama an。好，米粒换你了。Malalit kako misalungot si mamaan, mangalay kako ami lulu mi alop. はい。mangalay kako mi do mi adop。mangalay kako mi do，我们可能我会加mi adop 这样。mangalay kako mi do mi adop 这样。好，下面书写修正过了，还。Mararit kako ami salongot si mamaan. Mido do si mamaan mi adop 可以，书写可以了。可是我们那个米多多可以省略中间的一米多多的，不要再加一个就可以了。好，好，谢谢。好，林啊，米左，米左，来。不好意思。Malaris kako mitara ci mamaan to pikutulaw ci mamaan ami alup。对，好。你每次打搅爸爸，米扎拉。好，可以了。反正在旁边吵就对了，米扎拉在旁边吵着爸爸好，马里盖，马里盖出现了，回来了，tanaman ko bisu。ira ako taka sulinga ira mga ito tini kaya no sisi ira pura raw ma tatulungan ito sao sẽ lo đi Mararis kako mi salungot si mamaan mi ochil mi alok 那个 adopt 的要加一点哦，米 adopt 米。还有米欧接的也要加一点，米欧接。对，反正就是赖着就对了。好，书写修正完了，对了米都吉妈妈安米阿都把什么都好，米粒修改了。好，我修改错了，重新来，我错了。我多这个乌，对，我多了一个乌，对。好。都好，我们再下一句哦。这一小段的下一句是，结果呢，你吵着爸爸的时候，爸爸说了什么话？爸爸说，等我长大了，他再带我一起去。索尔莎，索尔莎那个说要索尔莎，我们通常说的索尔莎，开头要讲索尔莎，谁在说呢？索尔莎。
suarsa，这里等我长大了，可是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不会说等我长大，这个等我长大，这个你个minta misalnya bangsa mintalah takuan matoa cihanita，因为爸爸说嘛，他就要爸爸说，用爸爸说的口气来说，爸爸说。用爸爸说的口气对你说应该是对你说这样，应该说sachi mama anu matoas to kiso， 这样应该是 kiso anu matoas to kiso， 这样不是 anu matoas kaku anu matoas to kiso。然后才会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就代表他说的话，撒案，最后加一个撒案。sachi mama anu matoa to kiso itia to kakua tataan tako kiso， 后面一个是这样说撒案，所以最后这个撒案。再提醒一下，如果我是的话，如果我写的话，我是这样说。如果把这个中文改过来说，爸爸说，然后冒号引号，然后就对我说，等你长大以后，他才带我去。这样，那我们就把它翻成阿美语，就说刷撒奇妈妈，然后就是两个符号，那个叫什么逗点呢？然后有 anu 这样 anu matoa to kiso 不是能用我等我长大，不是 anu matoa to kiso， 然后引号那个最后你要加这样撒案这样说，最后面这个撒案。好。Mili suasachi mama itia hantu matoas kisu mafulul kita。把这都你用另外一种说法，一点哈都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到你长大那个时候，一点哈都matoas kisu可以。到那个时候你长大的时候mafulul kita 我们再一起去。好，也可以这样说。好，等到那个时候，一定还都等到那个时候，等到你长大的时候，一定还都，一定还都。那个米粒的马佛罗不是马佛罗，马佛罗斯，最后个 L 改为 D， 马佛罗斯。好的，谢谢。好，处长也写完咯。はい。あれ
处长阿弟少先跟我们说。哦，中文都有。打错了，8个爸爸。没关系，中文而已，我们不要看中文。哎。Soal sa si mama itakuanan. Ano mataas to kiso itia sa to kako a mikrit itisuanan a miazok. Saan? 哎，很较标准。那个处长的第一个字哦，苏乌瓦呢？苏瓦那个多一个啊就对了。苏瓦萨奇妈妈，哎，变成苏阿瓦，就kita mau好多啊。更正。kita mau好多啊。苏萨奇妈妈伊达关南啊，老爸对我说。ano matoas to kisoi 到你长大的时候，一定要萨多到那个时候，我kako a mikrit 带着你，di suanan a mi atau 这样说saan 好，就差那个字而已，其他都是很完整哦。saan 好，没错，还没错，大家们komiso 说了。老师还有错字，我再修正。好，马里盖，那你先好了，马里盖先。好，马盖先。来，马里盖先。好，谢谢。soal sa si mama ano mataas to kiso karto hantuno mako kiso。哦，为什么karto呢？这样可以吗？你没有读在一起哦，还要karto哦。好，那个刷伞那个伞要分开来吼，刷伞那个刷那个伞要分开，鸡妈妈。你那个冒号妈妈的冒号后面是什么意思？啊，我打错了。Ano matoas to kiso karto hanto no mako kiso 好。因为他我们的karto是那个呢，结伴呢。karto就是你不是同一家的人，然后我们路过你家再带你。他已经结婚了。结婚了。karto 好，米粒修好了。好，谢谢。好，米粒修正了，来。那个马佛罗，那个我改了。改了，好，对。hai suasa si mama itia hato matoas kiso mafolo kita saan hai 这样就像说话一样。好，我们的处长也把它改过来，你爸爸也改了。嗨，我帮你念哈。suasa si mama itakuanan ano matoas to kiso itia sato kako mikrit disuanan miato saan hai。会读个soalan，很好。然后，请苏璇，苏璇来。首先我们说。Sua sa si mama ano matuas to kisui ta mikelis kaku disuanan saan。很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跟古迪说，我就带着你了，我就带着你去，这样好。然后每周修改好了，来。好，soal sa ku mama matoas to kisui ta keret hanto ako kiso ami alok。可以。好，这都那就咱们完了。没错。真的越来越真的是都好。这个我们最后这一句哦，很长哦。我们这一句很长哦，来，很长哦。这是我们
我们猎物要抓猎物的那个方法，来讲到那个陷阱嘛，kita ko 陷阱嘅，tiluan。达拉嘎，达拉嘎底路也有叫达拉嘎，也有叫底路哈。陷阱叫底路达拉嘎。好，还有那种用石头压的那种哈，用石头压的那一种，那个叫做katap， katap 可能，哎， katap 也有几种说法，katap 也算。有一种是我们是打热反，打热。打了也是。对，打热。还有一种叫什么？刚刚酋长说什么？好，我再讲一次哈。有人说打那个底路也叫达拉嘎，也那个叫做陷阱啊。刚刚讲到那个用石头压的叫做打热，我们那里叫打热，打热。打热用这个加一个沙比哦，沙比打热atau sapi tarakar 或是 sapi tilo 啊，前面加一个沙比。好，先把这两个单字先记好。一个是陷阱，叫做 tilo 或是 tarakar， 可是前面加一个 sapi tilo 好，或是 sapi tarakar。啊，那个用石头压的那个叫打热，前面加一个沙比打热，好，沙比打热，好，那我们看看他前面第一句话，部落的男人，部落的男人很会这样，那我们先讲很会，麻烦那个Fainaya Nuniaro 讲，我们先讲很会。麻烦那个 Fainaya Nuniaro 做什么？你sangat to 啊，做什么？你sangat to。麻烦那个 Kapah Nuniaro 啊，男人，我也有人叫 Fainayan， 也叫 Kapah 啊。麻烦那个 Fainayan， 麻烦那个 Kapah Nuniaro。啊，设陷阱抓猎物，设陷阱，陷阱抓猎物，用陷阱。阿都奔猎物叫阿都奔啊，米巴蒂路都阿都奔啊，米巴蒂路都阿都奔啊，弄陷阱抓猎物，米巴蒂路都阿都奔，反那个kapah nuniaro ani patilo to aado pen。还会啊，他们也会做什么呢？会做什么？麻烦那张拉，麻烦那张拉。麻烦那张拉，米桑亚都啊，套索陷阱就是萨巴蒂路，套索陷阱是萨巴蒂路atau sapa。ta'aruf sapi ta'aruf mafana caira misalnya tuh sapi tilo 或者 sapi tarakar atau sapi ta'aruf 那后面 ta'aruf 要后面 ruf ta'aruf sapi ta'aruf。石头压的陷阱叫 sapi ta'aruf，
用套索做现琴叫沙比蒂路，或者是沙比达拉嘎。沙比是用来做什么？沙比这样，沙比。前面那个是弄陷阱是设陷阱米巴蒂路啊，设陷阱抓猎物米巴蒂路都都笨，设陷阱抓猎物米巴蒂路都都笨，那是设陷阱抓猎物米巴蒂路都都笨这样。我们来练习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少这样写。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生活。Mafana ku kapah no niaro, os mafana ku fainaya no niaro, mi patilo to to pen， 这样抓这些猎物。Fana Changra 他们很会做，Mafana Changra 做什么呢？都，Mafana Changra 都。Mafana Changra misanga tu sapi 这样 sapi 和 sapi 什么 sapi tiru 这个叫做ta'aruf。那个套索陷阱叫 sapi tilo 或是 sapi tarakar， 用石头压的陷阱叫 sapi ta'aruf。因为我们很少用，就怕同学没有好。我们有人学好了，我们先看看，从第一个是林婷颖，你念念看你的。好，hai mafanaku fainayan no niaro mi pa tarakar to aasopen. Mafana hatsa changra misanga to sapitilo atau sapi ta'aruf。对，那个加一点，sapi ta'aruf。加一个ta'aruf。sapi ta'aruf。好，谢谢。好，苏璇也完了，来念念看，苏璇。Mafanaku fainayan no niaro patalaka tu rupen. Mafana changla misanga tu sapitilu atau sapitalef.
没事，看看沙比少一点哦，沙比达尔热，对，我查不到这个字。沙比达尔热，达尔热。用陷阱抓猎物，米patilo to aatupan， 米 patilo to aatupan。好，米粒班奈来试试看。Mafana ku kapah nuniaro mi patalakar tu aalupen. Mafana cang ratu sapita alef atau sapitilu. Oh，来都。Arai。哎，处长好咯，这个谁？我们先看那个谁修正的是谁？哦，苏贤哈，来打了，对，马马多好，处长来多，富洛，Kako tahaw? 你说多嗨。Hai. O vaina nonyaro, mavana ami patilo to aadopen. 嗨。Mavana changla ami sa talakar atau misa ta'lef. 那个少一个红色音。对，还都。这个我们很少用的字，这是打热。可是我们在乡下那种常常用这种石，像那个用抓那个山老鼠，打热，用石头压扁。打热 ，sapi 打热。还啥？马里盖好了没？马里盖。没做好了。没做好，还稍先没说。Mafana ko fainayan nonyaro mitilu to aalupen. Mafana atsa jangra misanga to sapitilu atau sapi ta'aref. Sapi ta'aref. 哎，我有来列问。我也过来列问。最后那个字是 sapi ta'aref。好，还有9:05都kita。哎，今晚好，美惠哪边写哦？请细mafukiria kutu。陷阱。我有写在这里啊，我要打在题目上面呢。Sapitilo，你就第二个陷阱抓猎物是米巴蒂罗多阿杜本，用陷阱抓猎物是米巴蒂罗多阿杜本。我还写在题目的后面，然后绳索陷阱叫萨巴蒂罗，
用石头压的陷阱，这sabi ta'aruf sabi ta'aruf 因为很少用，我就写在后面，怕大家不会。sabi ta'aruf， 我把那个它的词写在题目的后面。好，用陷阱抓猎物，就是mipatilo to aatupan papana sangrami sangat to sapitilo atau sapi ta'aruf 这样。好。还有吗？我们再等3分钟，到9点10分，我们就看呢。有写好了就可以放上来，我们来检讨。我们写到这篇的文章的一半，这篇短文的没有了，这篇短文的一半。好，好，我们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的一半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把这个短篇文章把它写完。好，ta'rif tuku tatukian mita hao, malu kita ninanam anini， 那你爱好这个不是很难，这个caluai to。Aminanam kita irama itu mo hanya takut saya kacaluai ka cukai mas namita tatilitan hau itini kita aminanam tama pana hau. Anci pinanam kita ri mafukil ta ancila hau lincing hai mas sakiso. Utin wang lu hen lo hai sa. Patin kien 这个网络里面说好，那我们今天ada saya好hati ni ku pinanam minta anu cila to ke 2个礼拜好聊他在那个短的ini还有一半好那个短的这个短篇文章我们把它写完，我们慢慢的来把这个翻译学会，然后越来越熟练给他好这pinanam kita就没有机会，我tuan hajat tu hajat kisu ni nanam saat ini ko anini tataya ku pinanam minta hao, 晚安。好，谢谢。拜拜。